评弹艺术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识，每逢追么戏相逢，书迷朋友大家好。又到了跟大家这个见面的时候了啊！那么今天这期名家名片呢，我们介绍的是已故老一辈弹词表演艺术家姚英梅先生和他的代表作品。志士马山，那观众朋友对姚英梅先生，我想了解的也许不多哈，那这不是因为他的名气小，而是呢，他最兴旺的时候哈，电视录像还没有这个时候，所以呢，非常的遗憾哈。那袁小兰能不能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姚英梅先生的艺术特点？好的，姚英梅先生呢，你是上海平台头的著名电视表演艺术家，你个代表性的唱片数目有《灭金凤》《地山音乐》特指《上欧游》。那么姚英梅的你个设施呢，是一种很传统、很有个性的电视表演艺术。你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亲和力，容易搭谈话的观众、听众的沟通。你所在的人物也是栩栩如生，什么三分。比方讲，大家相当熟悉的张云山老师啊，随是姚英梅先生的得意门生。李所起的雷将军、黄马、沈凤喜、范家士等等，侪是从你个老师姚英梅先生给他学得来的。确实啊，作为这位评弹界的艺术家哈，我知道姚英梅先生不仅拥有独特又完善的弹词表演艺术，而且还创造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谣调。对的，并且呢，他的语言功夫也非常的厉害，据说有这个在评弹界被誉为巧嘴这样一种。这个声誉哈，那他一点不错。姚英梅先生呢，属于巧嘴之称，你属于实书，还属于笔书，而且你笔书啊，就可以巧妙、自然得当、细节生动、妙趣横生，十分的好听。所以讲你是巧嘴，这个呢还反映了随时要有个巧思，随时要属于思考。确实啊，在长篇弹词双案院选回《志士马山》当中，就充分体现了姚英梅先生巧思和编书的风格。好，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来欣赏这回的精彩部分。哎呦，母先生真叫我碰到这个陈部长，我分帮上些个中国吧，搞到我祝福俺们里，祝福俺们里，也弄我当，与俺们里，伢当了伢当。只要等我夫人你们是要当等我神人子了不当，那哥哥过好的嘞，我阿公不公，阿不，我有王不有王，明明不公，明明不公，明明有王，我不过是呀，谁是真正出谁是一个事体，要弄我到大给他油门上来，谁了只有过堂面上门一堂。如果带刺我说要是呢现在有位警察的人来要弄多少万人到带我们让不给勾当利用公司那么你要扎起的你别不是这样还是推车要想反恶来自于死不活你告诉呢各位警察的人有个脾气呼吸老热不呼吸不老热说介绍来日，就是门内来说个，我要打口供在浪向一时一样，一经人之在不能反恶，那么来日个，你要反恶就是不来日。如果你真的欲望呢，真的欲望来不应该找口供，已经找至口供，你再是欲望就是不来日，往来如其不来日，你只有人，那么来日个。这个外清场出来只有半年，谁要回答不进去，付诸小草。你那姑个然后的吧，听听刚说一上100个分，64个月，有几户公司啊？谁要外清查的人来问，来得及个？叮咚啊，叮咚嘛，发为纽约呼声，牛到50里，那动，我才想我发到这个故事里，我哭得不起来。大自己目的不子，还没不少程度了，我不要还是要面子我来老到，当然只有了这么来个都得公的。我们心里服的，你是这子女我。
哎呀，杨如想我真就要帮着这，真的帮着这个顶头后人子，这个样子的话，领子不理，另外为的领不清，说个道理。马三，难道你真的不冤枉我？咦？我身上有个中国感，我是自负冤枉吗？还是为啥真的来搞？哎呀呀，东瓜，看上去你也我是冤枉我，你一分松动的不理，我说只冤枉，你那为得救我吧？跟啥事体呀？我是冤枉呢？对着，有个鬼啊，实在。能在人身上下发动的，有个股啊，接着要让土长股身上发动的，这个股嘛，大概是能放在是个第二种股，因为晓得我身上下不与实话，发不出，利用我，觉得我海上冤枉。丽水还去靠只有股的做岗，大概，根本我们哎呀还冤枉，我还冤枉不容然哎，这个妹妹可以还去靠只有股做岗吗？这只有股动力不自然吗？难得人这个人与人现在，他为的再帮我这个。你拍屁股带不经一嘴，我也吃口力呀，我都归我归，我们得了当中看了嘛，现在干吧，哎，真的是冤枉，杨如各个口嘛真正家口，要来做亲戚，要来放来做妻。不可长帮上个顶头后，你吃果实吃出味道来，根本冤命呀！他不叫冤枉。为何因能就望我杨如一心神想起了不必碰来的，想不到他居然落为扎根，20年给进一股心。我们武松吹布，他如飞鹰，我明当着后，他领不清，我不知是死心他的母亲心，还是天生女臣之母心。这一想，对了，一定是女人对他一样威胁，他哪里像金公子呀好皮心，像爱情人个被辜负都脱欧，他把我一哭作是此等人，所以不该把生被杨母说，但是他不加油，我没插水
要释放他归家，更不能哭起来么，亲爱姑，不是容易走，你放在是做事要聪明，做啊出温柔，是要隐忍，只让他欲望叫一声，奈无他与没福顾虑，非当铺。放上我们领出一根成语人们能告诉这样把费心实在身为虚弱者，今日巨人非不仁，此路不通，向北路人杨如是嘛双金币，两枚饼的思索，一人人灵机一动，敲击生为了打破他的顾虑，西宫心另外一个法子，马赛，你家中唯有人，唯有个所以一个女眷，啥叫所以一个女眷？老弟子称娘娘们还女眷，所以是我对一个高手作为一根仪式，这根仪式都特这么做，第一个高手是特子叫独一，再他一个叫所以。是里面是特子高部一特子一个来让我理想。好，李家娘子今年几岁了？你不是，你实际几岁了？40岁，相差12年，是个。上是要相同的神婚之夜，神婚3年啊！那因为你女人，因为搞个一个男人死他个子，孤伤寡人，我们死他个老婆，他的所以，那么你这个女人嘛，本来能够在往里想。这第3个周周缝缝补补，想帮客人打打衣裳，色色隆隆，高浪向么想帮别人打打木头，周周色草，男人是他妈没空的，没空的不好看，脚么没脚，走么没肯走的，有乡人当我做媒人，是的，莫说呀，那么高些是特子。里面嘛，男人是特子，你到女婚率吧，女婚率，哎呀，各自一高人高吧。那么我说礼服咋肯吧，一门的还肯给，那么给这个日脚，一直在蜡烛，包子一做醉了，包子一包天地，10个了，生婚都只有3年嘞，一对苦夫妻。我们要问里面夫妻关系难问法，你说？我问你，你自从吃了果实，进了改了，你家娘子可人来看过你啊？哥哥，我才听到这个一声，那对门里的书啊，为什么女人来过的呀？昨天啊，我来到地里下呢。我身体不好了，
事体总归你做得到。我不能让是你事业不是的，也自己长了心，就丈量了保护心。为啥是你现在望呀？好多靠你不是你得来的呀，你这要在木头上想起这个呀，这倒是靠人行里都没有想帮挑个了呀，度量不这么女人挑这个做个噻。我们要挑那是非要男生地方的让我们来。现在某妻子故事，那个身背上分量送到哪一鸟，一里的功夫啊！原来看我是你入了锅嘴，给了那里扬州人力，锅嘴到扬州也30多里路，路是不远了，最不需要人光啊！女人压力，等到地当时扬州。那么上海的么子，我的衣裳最压冷，谁的5里的8里这个家头弄吃故事，一件落人头鱼啊，落黄梅鱼啊，里面身上一件落得汤汤的，导致人们看人们分开了，要等开人们，这样的给弄里，为呀，大哥们，黑开子女人动们识特动力，好识特交关。叔叔伯伯叫的指数，那么经背后几种说发热性，我们理想倒出来嘛，不开这个洞啊！夫妻俩高头嚼米，说你呀，哭的辰光多了，讲的辰光少。我关在里面的我就是来吧，里面说的我不来等了我里呀，不的是心呀，讲的不几句赞。经背后几路女人同们帮一回路，我在理想一杯，我听见你女人热浪给了我是噔噔噔噔噔，给们在胸蹬出了好大大哭，等你们到个上来吐的心里酸到不得了呀！那个吐不的，要是想能出来在，不行好的。个人好的人随从好的人来做文章，这人是了，马赛呀马赛，你为什么吃醉了酒要去打伤人呢？如果你不闯这样的祸，今天真是重罪加罪。你在家中正好夫妻双双情伤投入，批评你自己闯了祸，如果你是冤枉的，本爱有为好与你利益，非而批评你于是不冤枉的，你自己为罪，自作自受，没有什么可惜。但是你家娘子年纪比你轻12岁，你可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吧？你开的就是谁吗？谁往里边来是谁等居家的人都有啊！你家娘子一个人在家里，什么负责都要受到。你可晓得，本来他狗上教育你的，如果你死了，他倒可以再教一个。现在不能教，因为你弱肉，睡吧睡不出啊，是你呀！你自己想想，你为了这样的罪，也害得你的老公，睡也不能睡，家也不能教，真可哦！哎呀，母子干了用光是心里想的热血，当那种飞不老头子。你是有问题，你夫妻感情是好的，你那不一比我多10几岁啊！你俩总是与之为宜，人为吃靠我啥？对我真的好噶，我现在的是害你噻，实在不是我害你呀，谁人都把10个害个呀！
你认为是个种类物啊？对吧？对不对？哎呦王啊！哎呦王！杨玉本来有那张个黑鱼，是不是别的那黑鱼？看上去来着，还呀，手边的孩子们还放来做起啊！有，哎呀，我听见是海有王，停止人不能吓孩子，这孩子上去这个人下来是不得了。玉门郎要滚顶杯，说叫滚顶杯，要360几只顶一块背笼，你还有王不有王？你车子不扑上去，我身体上随手个这个顶当个对着，一不踩着几只顶出来动动，个对身上像个对动动，我让我得人工了。谁的拿我不认我不认同死啊！死怎么好啊？死怎么和娘你们高人没高人？因为王叔高本我第二个种，再挂第三个么顶头子么？上到我来让我理走，得根，哎呀，我在说什么？孩子有望，我谁说还能滚顶的？我最怕我们杀人，我谁不怕？你死呀！我顶好死呀！是怕你要顶带发害我关。我们水上加水，发杀，怕充军，比杀头轻一级人民的充军，比充军再轻一级人民那么上盖。我们是第三级。你在贴到第2级的冲军，一冲军冲出去几千里了，路有别其实凡人出去到处光，脚浪脚里啊，随意在跟谁发动的，这个样子一步追几千里路，我听本告诉讲，冲军出去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人很少的，都是老死一个对吧？一出戏你大家看看，林冲不是发派冲军。打着东车是过2个高潮，都路了也没山，经过姚志林云区的帮着虎让路之声。我在想，我是不认得说虎让了路之声的很。我这样出去，死了路浪子女人啊，分晓得吧？不能。我是青年的故事，前几个为何来忙我昨天能够大致60岁，为何出这个嘞？不能是，他很我日呀，样子哭的嘞，哭里面面孔上颜色比几比把平人我嘞，哎呀一讲，今朝我尊帮着指定礼服者，礼服教育，我也教育，实在没办法，只好弄来到我去，再给了礼服。现在要领我炮子你兄弟，到该那里来，他来刚明白，门家再放来出去，才背一天。哎呀，不是我领导呀，我是搞清朝呀，真清朝要来个呀，真清朝是中川最后，中国说了就是这样，但我地位是这样。昨天那门家来呢，我自个要到来不讲，喂，公里的路另一个啦，跟你。真正要教这个呀，怎么看我呢？女的，你的夫妻过人好，我谁找了个一地正文章？马赛，在你家娘子老热不老热？这个。你自己老热不老热？啊，那这个那样子背着出的，放屁！地浪茶叶，轰！
你是娘子老人，你自己也老人，不对了。所有人我与祭拜，私人查访到你的地中，看见你家娘子，你家娘子哭哭啼啼、口口声声说你是冤枉的。如今我当然问你，你口口声声说是不冤枉，为是你家娘子老人，为是你老人。你们两个人的是话语女人，我相信了他，我是相信了你呀。你在看来你是老实的，你的娘子不老实。来，做4名受敌。好，啪！草人当中跳出来4个手敌。大人！来，再做4个红白上，马是用进来4个，谁都快点。2个鬼子水，2个捆绑手手里拿着木人，鬼子水手里同志鬼头刀，就车子吹动。都能当参见大人，参见大人。再入4个跨背，上到马术，啪，跳过来4个，2个模框，2个步炮专门做3个，模框做讲的，一共12人，你来我。到瓜州马赛开的绿地之中，去把他的老婆少识得这个美，你也识得这个美，让来听听，哪来哪行？谁能听到？什么人？你女人家个冤枉上，东林去市场查访。光是等你刚闲话里规则我意思里你还冤枉。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当你是个挖苦了，我当你是个装苦了。要是我是让你来救我不了，我想做事这个我不对别的人去啊！哎呀，那么该是害你告诉我吃口的是吧？哎呀，不好意思，说个孩子4个人的，鬼子出来这捆绑起来。哎呀，不怕来，怎么怕来？哎呀，我你打得来，哪是你不得来，我孩子里怎么？哎呀，不是吧？哎呀，这都是谁不来是？冤枉啊！上红。杨武一听。哎呀妈！总是开车子上冤枉，没再不还冤枉，弄还容不了，比浪向了还后悔，那种在冤枉的孩子出来在，西莫谁下来能在？啊！事到如今，你为是冤枉啊？呵呵，这倒奇怪。来，扫地、红白、跨白，你们在一起退下，查，神一个都神机怪拜。我倒要听一听，看你怎样说法。说得对的吧？说得不对，要水上加水。把猪头来眼睛带针子，鸡巴老鸭一拐，再回枸杞带磨砂一块，鸡巴梨呀，动人，也能去发林子，马上就去杀，出公路，去武器带针子磨砂，你动用规则的，还能上去。
那份别的部落像到腰子了，你怎么听不清楚？要说得清上的，妹妹就是被逼了，一嘞，几日不知在是帮你忙呀，还有妹妹叫什么？人家不紧张子呀，不紧张子不容易说出来话呀。二十分钟啊，我在想不得。我真正帮上这个亲姑子呀，东明啊，我又在挂住家母生，早上看女开一杯，回来。晚我在有小子，我在家中因故自己，苦等想女一个最阿死，连开门我来家人，因为他们这样做都本非正用。或者这样来送礼为，这样如谁为你被我一口以为谁？他那里面那是人呢，与我擦起来，这个一记逆光，我分为谁？并不是我害人，因为我要为谁呀？往东里去的人都。这旁边人都必出开，从此分离谁个人？他那里没得病身亡与无无归，分国战最阿死，有一个兄弟家最下来，在他师傅的做根人，对。出的啥形容词，那里都啥是摩西心经也在这为了，你还去考虑的不足够，因为真的比你4个，到摩西想摩西，说摩西当2个，当上次正在发表的4个，不晓得考虑足够，我阿不听，不听。我他们里面有的讲到，有我们去征兵的，当日核心文主席，但是也看不足够，怕个人来当我说，没有活，叫他干了3百来银子，大日何谁，小日何物，努力搞子努力为王，什么他们都受不了，我明白，你们来说为在帮我。普我是许州英雄伤人民，我们吃了几年光，一分单位，为谁要分为？乡人在口气，当然没还清门的呀。我们吃大人者口不开。我问你，女追是争吵在哪一天？正月日5日要走，追是身亡是哪一天？5月多阳月落水，这样说起来，时隔100多天，这是对于也与李福石。大明盈利之让谁的明白？有伤之事，在8日之内，当上之应伤之民啊，100年里前，就是说超过这100年，这个对方不这个谁职责，明明欲望，你怎么遭人民？不灵呢，40几辈子。40几棍子，我也让他滚，我家发现呀！
那么方才本爱与离离问你几笔空有啊，你为何不想这地面杨柳真的有点好？这个很人啊，只有故一在以为是。哎呀，里面是来同你们打里面一样的了，我倒是你们不功夫的了，好得我不够还有望啊！也是聪明人莫强爱人，亏你世间为什么又不聪明起来了呢？我如今不明把欲望来害，并不是样是方法教为，我就知道虽然教为不得来开到有什么恶趣的人啊？可你的期望在谁陪？七夕为在我一生能对，我其实们我是主人期望的新意思，人不少水一内来家一内，可以领导的吧，这样别的啊对。如是万如心意，等当郎把心爱人一匹叫苦之身，一个人受这个欲望不过海，要铺子明了海的嘞，扬州一听没好没好，松树呢识得清爽。是此时来，马赛一爱，分明是有权，牛婆婆的轰动。作废，操！今日该铺，将马赛开始人民，释放回家去一把，还是要的啊！母亲生于石岗，养子一女干。为这梦的少家，等到快警察让人就开头，自个看自个都胖了个鸟，哎呦我通关，不是这梦啊！真吧，东人啊，只要让来请敌，真请敌啊！一个霹雳奔出去，羊肉的让带里口，普里奔到我说往东里想砰，出一个女人出来，努力抓到一步抓了么发盒子。一定是追死的高手来拼命之外，再看不得，这个女的非常拼命。哎呀，我是衣裳过，让打毛山靠眼里呢。哦，是毛山娘子来接女人在，没哈，你都还做起吃了病了，上中秋在，这个找阿妹也开得在，没哈，样子。我民族恶语，母三夫妻亲度语，并非有人在啊，绿的美名代数。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给大家欣赏的是唐耿良先生的专辑。好，下周我们再见。各位朋友，再会。